各位觀眾午安，今日係2025年4月16號星期三。以下係今日重點新聞摘要，涵蓋財經、社會、國際關係及本地活動等範疇。財經焦點：一、比亞迪通過員工持股計劃。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002594喺琴日15日舉行2025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通過3項員工持股計劃相關議案。會議由董事長黃全福主持，現場及網絡投票合計通過率均逾50%。此計劃將涵蓋員工激勵機制與管理辦法，預計涉及數千名核心員工。二、外匯基金票據發行結果。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4月15號外匯基金票據投標結果，共發行2批票據。Q2516號票據發行額6718.3億港元，期限91日，用於調節市場流動性。H2545號票據發行額1900億港元，期限182日。此舉反映金管局持續透過票據發行穩定港元匯率。三、外匯基金資產變動。截至3月底，外匯基金境外資產減少240億港元，總額降至34159億港元，貨幣基礎維持19771億港元，顯示金融體系穩定性未受國際市場波動顯著影響。社會與民生。一、英國議員入境香港遭拒事件燃燒。英國議員何厚詩 Helen Hayes 原計劃來港探親，但遭到香港政府拒絕入境。何厚詩話此舉係政治打壓，意圖限制其對香港政策嘅批評。香港政府未正面回應，僅強調依法執行出入境管制。二、外傭醫療權益爭議。近日有非政府組織披露，多名在港患病外傭因無法負擔醫療費用，被迫返回原籍國。社福團體呼籲政府加強對外傭嘅醫療支援，並檢討現行外傭合約中嘅保險條款。國際連結：一、中國東航擴展國際航線，中國東方航空600115 3月新增成都天府、大阪、煙台、名古屋等國際航線，並復航青島、西寧航線。客運量同比增長10.51%，客座率達84.16%，顯示航空業復甦勢頭持續。二、中美關稅博弈新動向。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豁免部分中國電子產品關稅，被視為貿易戰緩和信號。然而，中國堅持要求美方徹底取消對等關稅，雙方談判仍陷僵局。本地動態：一、跑馬地夜賽登場。今晚22:15喺跑馬地馬場舉行石竹讓賽，共12匹賽馬角逐117萬港元獎金。焦點馬匹包括超霸勝副磅135磅，同埋多利神駒副磅134磅，兩者近期戰績穩定，預料競爭激烈。二、教育局推家長教育講座。香港教育局今個月將舉辦多場幼稚園階段家長教育講座，內容涵蓋學童心理健康同埋學習支援，家長可以透過官方網站報名。今日新聞涵蓋金融政策、社會議題同國際動態，反映香港作為國際樞紐嘅多面向發展。請持續關注本台跟進報道，掌握即時資訊。以上係2025年4月16號香港新聞整合，感謝收睇。新聞來源備註。財經數據引自上海證券報同香港金管局，社會議題參考 BBC 中文網及本地社福團體報告，賽馬資訊取自香港賽馬會官方平台。各位觀眾晚上好，歡迎收睇今日香港新聞。今日係2025年4月17日，以下係今日重點新聞摘要，涵蓋政府政策、金融警示、文化藝術及便民措施等領域。一、政府公布新財政年度土地與房屋規劃。根據2025到26年度財政預算案，政府將加速推進北部都會區發展，包括預留37億港元用於河套香港園區第一期基建，並於今年下半年試點招標3個片區開發。未來5年，香港預計可提供約8萬個私營房屋單位及19萬個公營房屋單位，以舒緩住房壓力。此外，政府正研究將部分商業用地轉為住宅用途，並推遲洪水橋商業用地嘅換地期限，以增加土地供應彈性。二、證監會警示可疑投資產品。香港證監會近日更新可疑投資產品警示名單，新增多項高風險項目，包括一、MSB 萬銀保本信託系列3期香港，其他投資類因為未經認可向公眾銷售，涉嫌違規。二、大腦計劃 NFT 預售香港，其他投資類涉及未經審核嘅數碼代幣發行，投資者可能面臨重大損失。證監會提醒市民，非認可投資產品僅限專業投資者參與，公眾應透過持牌中介人進行交易，並審慎評估風險。三、大館當代美術館推出重磅展覽。
大館當代美術館現正舉行梅庫台布倫南麥方志個展，展期至6月8日，為藝術家首度喺亞洲嘅個展。展覽聚焦失竊文物嘅隱藏歷史，透過電影、雕塑同埋印刷品，結合鑑證調查與詩意敘事，探討文化遺產嘅歸還與道德議題。同期展出嘅仲有艾利斯亞列夸德、比托邦及胡曉源、二路三展，共同構成大館突破系列，深化公眾對當代藝術與社會議題嘅連結。4. 普通話水平測試開放報名，第4輪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將喺2025年7月5日至6日舉行，報名時間為即日起至5月12日下晝5點30分。測試分為朗讀、命題說話等5部分，成績分3級6等，最高為1級甲等，97分以上。合資格教師可以透過教育局資助計劃免費報考，其他考生需要繳費1200港元。5. 中國領事 App 新增便民功能，中國領事 APP 於2025年3月更新展覽，優化海外護照、旅行證申辦流程。新增功能包括未成年人線上申請需父母協助上傳監護證明。緊急旅行證加急服務適用於護照遺失或者人道需求，如奔喪嘅短期出國者。香港居民可以透過 App 選擇本地領區提交申請，並留意照片規格同實名認證要求。6. 司法機構上訴機制提醒，高等法院重申，刑事上訴程序，被告人若果唔服區域法院判決，需於28日內提交上訴通知書；民事上訴則需視案件類型申請許可，逾期將影響權益。以上係今日香港新聞重點摘要，感謝收睇，更多詳情請參閱相關官方網站。我哋聽日再會。新聞來源整合：財政規劃與土地政策，香港財政預算案2025-26，金融警示，證監會可疑投資產品名單，文化展覽，大館當代美術館麥方志展覽資訊，教育考試，考評局普通話測試公告，便民措施，中國領事 App 使用指南。各位觀眾晚上好，歡迎收睇今日新聞整合報道。今日焦點包括體育盛事、政府施政動態、社會民生及經濟發展等多方面嘅消息。1. 體育節報：香港傑出運動員頒獎劍擊雙星包攬，星中之星。2024年度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頒獎典禮琴晚舉行，巴黎奧運男子花劍個人賽金牌得主張家朗及女子重劍個人賽金牌得主江文蔚雙雙榮膺最高殊榮。國泰星中之星香港傑出男女運動員創下首次由2位劍擊運動員包辦此獎項嘅紀錄。其他得獎名單：男運動員體操選手石偉雄殘奧硬地滾球金牌龍子健，乒乓球黃鎮廷，網球新星黃澤林。女運動員空手道一姐劉慕常殘奧硬地滾球雙冠何婉琪，游泳名將何詩蓓，乒乓球杜海琴。隊伍獎項：男子足球代表隊蟬聯最佳運動隊伍，羽毛球混雙組合鄧俊文及謝影雪獲最佳運動組合。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致辭嘅時候讚揚運動員表現，強調香港體育發展成果引以為傲。2. 政府動態：中美博弈下，夏寶龍定調香港鬥爭職責。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於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發言，中聯辦主任鄭雁雄今日召開專題會議解讀，強調夏寶龍嘅講話明確香港喺國際鬥爭中嘅角色，需增強維護國家安全嘅自覺性，並反思過往親英怕美情結，堅定同國家站穩立場。施政座談會，行政長官李家超同港區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舉行會議，討論應對美國關稅措施及經濟策略，包括加速融入一帶一路、拓展中東合作、加入 RCEP 協定等。3. 民生關注，建造業安全監管漏洞，政府強化問責。申訴專員公署琴日發布報告，揭發建造業職安健監管存在漏洞，包括檢驗員未確認棚架安全就預簽文件。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領導工作小組跟進，勞工處已經將涉刑事詐騙個案轉交警方調查。改革方向，政府將加強部門首長問責制，並提升監管流程透明度，以杜絕自搭自簽等違規現象。4. 社會活動，香港國際試食節開幕，推廣本地同埋深圳美食。香港國際試食節暨優質食品博覽2025今日起於會展中心舉行，展期至4月22日。市民可於星島頭條攤位 3CJ25 登記成為會員，免費獲贈飲食現金券、保濕面膜及深圳覓食指南等禮品。同期嘅活動大會推出頭條日報20週年讀者聚會限定優惠，吸引市民參與。
經濟及企業動態。一、中泛控股退市，中泛控股 HK0715 因財務問題被港交所勒令退市，最後交易日為4月23日、4月24日正式除牌。二、騰訊擴大招聘，騰訊宣布啟動史上最大就業計劃，未來3年新增2.8萬個實習崗位。2025年率先招聘1萬名技術人才，強化科創實力。三、無紙化證券市場，香港證監會通過法例，2026年初實施新上市證券全面無紙化，現有實物股票仍可流通。六、文化與國際視野。攝影獎項，巴勒斯坦攝影師 Samar Abu Alouf 拍攝嘅加沙9歲斷臂男童照片，獲選2025年世界新聞攝影獎年度照片，引發國際對戰爭兒童權益嘅關注。以上係今日香港新聞重點摘要，感謝收睇，再會。新聞來源整合自 Yahoo 新聞、香港電台、星島頭條、每日經濟新聞、Jesso Today 等。以下為2025年4月19號香港新聞整合報道，依據《星島日報》、香港經濟日報、Yahoo 新聞等來源整理。焦點新聞：港府回應美國港口費爭議，美國已對中國貨船徵收港口費，香港特區政府強烈批評此舉帶有明顯歧視性，並指責呢個政策分化國際航運社群。政府發言人強調，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堅決反對任何唔合理嘅貿易限制措施，呼籲各方遵守國際規則。此議題引發本地航運業界關注，業界擔憂可能影響貨運成本及供應鏈穩定性。公安疏漏引特首震怒議推，部門主管問責制。申訴專員公署揭發屋宇署過去10年間，2011年至2021年僅就1宗工業意外個案向承建商作出紀律處分，處理時間更長達6年。特首李家超對此表示震驚與不滿，批評部門監管不力，並計劃引入部門主管問責制，要求部門首長直接監督建造業職安問題，強化管治力度。此舉被視為政府整頓官僚文化、提升公共安全嘅重要一步。財經動態，恒指回升，鄭家純家族企業再遇挑戰。恒生指數琴日收報21,395.14，升幅達1.61%，科技指數亦都上漲1.90%。市場分析指出，投資者對中美關係緩和同埋科技業合作前景持樂觀態度。另一方面，新世界發展股票代號00017母公司鄭家純家族旗下企業再傳營運問題。日本媒體披露，由瑰麗酒店集團管理嘅北海道2世古5星級度假村陷入管理糾紛，恐影響集團海外投資佈局。兩岸關係，黃仁勳訪滬引關注，特朗普稱唔擔心。美國晶片巨頭英偉達 NVIDIA 執行長黃仁勳突然轉赴上海，同市長龔正會面，商討合作同埋新晶片設計。此行程被視為中美科技競爭下嘅低調破冰。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對此回應話，一啲都唔擔心佢，暗示美方對技術管控嘅信心。民生與交通，復活節人潮湧現，東鐵線調整班次。復活節長假期首日，港人出遊需求激增，東鐵線部分列車以大埔墟站為終點站，疏導北上人潮。有旅客反映，需額外轉乘，但站內指引清晰，未造成嚴重延誤。此外，多個商場舉辦試食節及消費優惠活動，吸引市民留港消費。部分展商稱補貨速度趕唔切需求。社會事件速報：一、工業意外頻發，大埔可卡因製毒工場遭海關破獲，一名男子拒捕並襲擊關員，被控3項罪名，今日提堂。二、交通事故，中環兩的士相撞，波箱油外漏引發市民誤認為血跡。另有一名司機喺尖沙咀駕駛期間頭暈，車輛衝上安全島，送院後情況穩定。三、網絡安全警示，警方提醒市民慎防復活節期間釣魚網站同埋虛假優惠，避免個人資料外泄。文化與教育，國家安全教育深化。為配合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海關學院舉辦開放日，副關長陳子達親自示範入職體能測試，吸引市民參與。政府同步推動學界國家安全常識挑戰賽，強化青年對國安法嘅認知。以上係今日香港新聞重點摘要，感謝收睇，再會。各位觀眾，你哋好，今日係2025年4月20號星期日，以下係今日重點新聞摘要，涵蓋社會民生、國際動態、本地政策及消費趨勢等範疇。社會與民生：一、復活節長假次日逾49萬港人出境。
根據入境處數據，復活節長假第二日4月19日，截至夜晚9點，共有493000人次港人經各口岸離境，羅湖及落馬洲口岸最為繁忙，分別錄得116000及114000人次。累計2日假期，港人出境總數已經突破121萬人次。二、深水埗非法賭場命案，陸巡翁倒斃街頭。深水埗醫局街一名陸巡男子被發現倒臥街頭，送院後不治。警方調查發現，死者疑於非法賭場內暈倒之後遭人移至街頭，隨即拘捕一名62歲涉案女子。事件揭露地下賭場監管漏洞，社會關注治安問題。三、外傭醫療權益爭議持續。非政府組織再度揭露，多名患病外傭因為無力支付醫療費用，被迫返國。社福團體促請政府檢討外傭合約中嘅保險條款，並加強醫療支援機制。四、英國議員入境爭議延燒。英國議員學後師 Helen Hayes 被拒入境探親事件引發國際關注，港府重新依法執行出入境管制，未進一步回應政治打壓指控，事件持續發酵。國際連結。一、普京宣布復活節單方面停火30小時。俄羅斯總統普京下令自19日晚間起於烏克蘭實施30小時停火，呼籲烏方跟隨。此舉被視為緩和衝突嘅罕見舉措，但烏克蘭政府尚未回應。二、中美關稅博弈膠着。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豁免部分中國電子產品關稅，中方堅持要求全面取消對等關稅。分析指雙方談判僵局未解，貿易戰2.0影響持續波及香港轉口貿易。三、伊朗核談判進展有限。美伊第二輪間接談判於羅馬結束，伊朗外長話會談具建設性，但未達成實質協議。第三輪嘅談判將會喺星期六喺阿曼舉行。國際關注制裁解除進程，本地政策與發展。一、公營醫療收費已調整。消息指，政府計劃調整急症室收費，改為危殆危急免費，其餘加價嘅模式。議員憂慮政策可能加重前線醫護壓力，並引發公眾爭議。二、第三間醫學院評核進展，浸大、科大同埋理大提交醫學院設立計劃書，強調將結合科研與臨床培訓，協助香港成為區域醫學樞紐。政府預計年內完成評核。消費與活動。一、OK 便利店推零食飲品優惠，即日起至到4月20號，OK 便利店推出凍飲、雪糕同埋零食激筍優惠，市民可以指定分店選購。活動詳情已經喺 Yahoo 着數平台公布。二、中環復活節市集人流旺盛，復活節連假期間，中環街市淘氣市集吸引大量嘅市民參與，檔主盼本土市集文化持續發展，成為假日消費新熱點。今日新聞聚焦跨境人流、社會公義同埋國際局勢，反映香港喺本地治理同全球互動中嘅複雜角色。請持續關注本台跟進報道。以上係2025年4月20號香港新聞整合，感謝收睇。新聞來源備註：社會數據引自明報新聞網及入境處公告。國際動態綜合 BBC 中文網同埋法新社報道。消費資訊參考 Yahoo 着數平台。各位觀眾，你哋好，今日係2025年4月21號星期一，以下係今日重點新聞摘要。國際焦點：一、以軍承認誤判加沙救護車開火事件。以色列軍方公布上月於加沙南部拉法市開火擊斃15名救援人員嘅調查結果，承認當時誤判情況，但否認無差別攻擊。報告稱行動基於情報失誤，引發國際譴責。二、俄烏復活節停火破局。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復活節停火30小時，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指俄軍持續炮擊東部地區，基輔更一度響起空襲警報，停火協議形同虛設。三、緬甸強震死亡人數攀升至3735人。緬甸北部上個月發生嘅7.2級強震，最新統計顯示死亡人數達到3735人，災區重建面臨嚴峻挑戰。四、日本東京灣恐現直下型強震。日本專家研究指出，東京灣海底密集山脈可能引發直下型地震。若果發生規模7.3地震，恐造成首都圈嚴重災損。香港要聞：一、復活節出入境人次破紀錄。復活節長假期第3日20日錄得逾105萬人次出入境，其中入境佔56.3萬，港人出境達30萬，累計3日總出入境人次逾300萬，創疫後新高。二、西貢外籍青年船 P 遇溺亡，一名17歲英籍青年於西貢沙塘口山參與船 P 期間懷疑遇溺，直升機送院之後不治，警方正調查事故原因。
三、銅鑼灣七人車天橋起火，一架七人車行經銅鑼灣維園道天橋嘅時候，突然冒煙起火，烈焰衝天，車輛燒淨支架，司機及時逃生，事件隊中冇人受傷。四、茶果嶺村最後天后誕，面臨清拆嘅茶果嶺村舉辦最後一次天后寶誕慶典，吸引大批前村民同埋善信到場懷緬，見證百年傳統與城市發展嘅衝突。五、海關破體內藏毒案，機場拘捕一名45歲男子，從佢體內排出86粒共重1公斤嘅可卡因，市值大約61萬港元。案件涉跨境販毒集團、經濟與地產。一、關稅戰衝擊物流業。DHL 宣布暫停接收運往美國價值逾800美元嘅 B2C 貨件，議員指中小型電商措手不及，反映全球貿易戰升溫嘅連鎖影響。二、新盤收票超額51倍，新地西沙新盤 Sierra Sia 4日累收1.25萬票，超額認購51倍，發展商預告短期加推單位應市。三、陳茂波國際資本加速配置中港。財政司司長指出，美國關稅政策促使國際資金轉投香港及內地市場，凸顯東升西降嘅投資格局。社會與文化。一、西九咖啡節人潮混亂，西九文化區戶外咖啡節首日因為入場安排失當引發民怨，主辦方緊急調整之後，第二日人流疏導改善，3日累計3.3萬人次參與。二、全運會沙排測試賽，港隊奪冠。粵港澳全運會沙灘排球測試賽完成，港隊組合分別奪得男女子組冠軍，為正賽打下強心針。體育賽事。一、英超爭冠白熱化，阿仙奴作客4-0大勝葉士域治，阻延利物浦提早封王。車路士反勝富咸，升上聯賽第5位，爭奪歐戰席位，形勢膠着。二、香港單車新星李思穎摘銅。香港國際場地盃單車賽，李思穎於女子精英組淘汰賽奪得銅牌。賽後坦言狀態未達最佳，將調整備戰全運會。以上為今日重點新聞摘要，更多詳情可以參考明報新聞網、香港01及 RTHK 即時新聞等平台。各位觀眾，你哋好，歡迎收睇今日香港新聞。以下係今日重點內容：一、復活節假期市道分析，北上內地遊創紀錄，本地零售業受壓。為期4日嘅復活節假期尋日結束，香港出入境人次突破432.5萬，其中逾72.4萬港人選擇北上內地旅遊，深圳、廣州、重慶等地成為熱門目的地。唔少市民反映內地消費平靚正，尤其偏好倉儲式超市購物及高鐵直達嘅景點。然而，本地旅遊、零售同飲食業卻未見明顯復甦。業界分析指出，港人外遊比例高，加上內地未逢長假，導致本地市道冷清。星期二，時事全方位將邀請業界代表探討復活節經濟效應及應對策略。數據亮點：4月18號出境高峰達83.2萬人次，羅湖口岸人流堪比春運。4月20號，港珠澳大橋出現返程車龍，多個陸路口岸至晚間仍然擁擠。消費趨勢，深圳機場成港人轉機樞紐，節省機票成本成北上主因之一。二、中美關稅戰升級，香港自由港地位受挑戰。美國特朗普政府4月9號宣布對中國進口商品關稅提高至145%，香港因同中國捆綁同受衝擊。儘管港府向世貿組織提出申訴，但美方堅持將香港視為中國一部分徵稅。影響層面啦，一、出口重創，香港出口美國嘅電信設備、電腦零件等商品訂單停擺，涉及數千貨櫃及億元貨值。二、產業轉移，廠商近年已經將生產線轉移至東南亞，但美國對東盟亦都徵收32%以上關稅，企業避險難度增加。三、政策爭議，有聲音建議香港聯手中國反制美國，但學者警告此舉恐損自由港形象，且經濟體量小，難撼動美國。港府回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強調將維持自由港優勢，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則表明需遵守世貿承諾，暫不反制。三、社會民生，高齡勞動者激增，社福政策再受關注。BBC 中文近日報道，香港銀髮打工族現象，揭露長者因為退休保障不足，被迫持續工作，甚至出現打工致死嘅案例。報道引述數據指出，香港65歲以上勞動人口比例10年內翻倍，同全球最低嘅退休金覆蓋率直接相關。民間呼籲，社福團體促請政府檢討強積金制度，並擴大長者生活津貼覆蓋範圍，以緩解基層老年貧困問題。四、其他新聞摘要。
一、預算案爭議。2025年香港財政赤字達872億港元，公務員凍薪同教育開支削減，引發公務員工會抗議。二、體育發展，造價高昂嘅啟德體育園預計年內啟用，能否推動香港成為體育之城，仍待觀察。三、法律案件，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等7人因元朗721事件被判監25至37個月，判決引發公眾對司法公正嘅討論。今日新聞重點涵蓋經濟、社會及政策層面，反映香港喺國際局勢同本地民生間嘅複雜挑戰。以上為綜合報道，更多詳情可以參閱各新聞平台。感謝收睇，我哋聽日再會。以下為2025年4月23號香港新聞。今日重點新聞：一、香港聯邦快遞新規生效，美國貨件稅金支付調整。自今日4月23號上晝9點起，香港聯邦快遞針對發往美國嘅貨件實施2項重要調整。強制稅金支付要求透過 FICP 服務或者收件人為 B2C 私人嘅貨件，需提供聯邦稅金支付賬號或者選擇稅金預付模式，以避免貨件扣留。手續費減免，取消原每票150蚊人民幣嘅關稅預付同埋第三方關稅支付手續費。5月2號起進一步降低800美元以下貨值嘅代墊費。此舉了影響跨境電商及物流業者，業界呼籲企業盡快調整申報流程。二、港鐵機場快線加價近1成，市民憂出行成本增。港鐵機場快線今日起票價大幅調升接近10%，引發公眾熱議。有市民擔憂加價將削弱機場快線嘅競爭力，並影響旅遊業復甦。今日時事全方位嘅節目將探討加價對乘客分流同埋旅遊業嘅潛在影響，並開放熱線供市民討論。三、本地財經動態，恒指回升，企業財報亮眼。港股表現，恒生指數收報21,562.32點，升0.78%。科技指數亦都微升0.24%，反映市場對中美貿易緊張局勢緩和嘅樂觀情緒。企業動向，比亞迪宣布2024年度派息方案，每股派39.74蚊人民幣，並實施10送8轉12嘅高比例送股，刺激股價上揚。仲有網絡計劃發行 H 股於香港上市，推進全球化戰略。四、社會民生，外賣平台爭議與勞工權益。外賣員權益問題，繼外賣平台 Deliveroo 宣布撤出香港之後，勞工團體持續呼籲加強保障外賣員薪資與福利，尤其針對銀髮打工族嘅勞動條件。詐騙案件警示，近期針對新港漂同大陸學生嘅電信詐騙案件增加，警方提醒民眾警惕取保候審等新型騙局。五、國際局勢對香港影響，中美關稅戰2.0。美國前總統特朗普近期重提對中國加徵關稅，香港因自由港定位可能受波及。有分析認為，香港需喺聯手反制同保持中立間尋求平衡。中英外交互動，中國外長王毅同英國外相林德偉通話，強調維護二戰後國際秩序，間接回應香港喺一國兩制下嘅角色爭議。六、地產與基建發展。洪水橋住宅項目，恒地同新地合作嘅洪水橋第34B 區住宅地達成換地協議，預計提供2300伙單位，進一步推動新界西北發展。啟德體育園進度，造價全球第2高嘅啟德體育園能否如期於2025年啟用，成為體育之城願景嘅關鍵，公眾關注其經濟效益。七、社會事件與文化。娛樂圈風波，網傳鄭中基離婚贍養費糾紛，其妻余詩敏疑似訴諸法律，事件引發輿論熱議。科技產品熱潮 ，Insta360 推出 8K 全景運動相機 X5，主打 AI 晶片與可更換鏡頭，搶攻香港運動攝影市場。今日香港新聞涵蓋跨境物流新規、交通成本上升、財經市場回暖、勞工權益爭議同國際局勢影響等多面向議題。值得注意嘅係，企業動向同地產發展反映本地經濟韌性，而社會事件則凸顯民生與文化層面嘅動態變化。欲獲完整資訊，可參考香港經濟日報、明報即時新聞等來源。各位觀眾，你哋好，歡迎收睇今日香港新聞。以下係今日重點內容。今日焦點講文：一、亞洲大學排名出爐，港落後躋身前50強。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5年亞洲大學排名，香港大學維持第6位，另有5所本地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理工大學、城市大學及浸會大學進入前50名。呢一次排名反映香港高等教育喺亞洲嘅競爭力持續強勁。二、海關旺角掃蕩冒牌貨，檢獲1900件，拘2人。
海關尋日23日喺通菜街一帶展開行動，突擊搜查9個攤檔同埋一處儲存倉庫，檢獲市值大約52萬港元嘅冒牌手袋、首飾同衣物，拘捕一名52歲女子同65歲男子。海關強調將喺5·1黃金週期間加強巡查。3. 中電大埔系統控制中心啟用40年，2代工程師見證變遷。中電大埔系統控制中心自1985年啟用，服務逾37年嘅資深工程師何耀基同新生代工程師邱雨晴分享經驗。中心近年引入無人機偵測電力故障，並應對極端天氣挑戰。何耀基憶述早年需隨身攜帶傳呼機候命，現今技術大幅提升效率。4. 李家超訪浙江，邀杭州陸小龍企業來港。行政長官李家超於杭州參訪科技企業宇樹科技同埋另一家杭州陸小龍企業，表示歡迎企業來港拓展業務，並期待兩地合作推動創科項目。宇樹科技創辦人黃慶興透露，未來可能考慮來港上市。5. 西環氣槍襲擊案，女子頭部受傷送院。下晝5點許，一名女子行經西環士美菲路時，而遭氣槍射擊，額頭受傷流血。警方喺現場檢獲金屬彈珠，列作傷人案處理，暫未有人被捕。國際與兩岸動態：一、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強震遇白人跳樓傷。土耳其伊斯坦布爾23日發生強震，至少151人因恐慌從高處跳下受傷。當局正評估災情，並加強建築物安全檢查。2. 日美聯手打擊緬甸電騙集團。日本政府宣布同國際合作，針對以緬甸為基地嘅跨境電信詐騙集團展開打擊行動。此類犯罪近年擴散至東南亞多國，涉及金額龐大。3. 美或者大幅下調對華關稅，緩和貿易戰。《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指，美國正考慮將部分中國商品嘅關稅從現行145%降至50%到65%，以緩解貿易緊張。白宮話，中美談判有進展，但總統特朗普尚未最終拍板。4. 泰柬合作打擊詐騙，促進經濟合作。泰國首相佩通坦訪問柬埔寨，雙方同意加強警方合作打擊跨境詐騙，並推動經濟合作項目，包括旅遊同基礎建設。5. 英國預算赤字超預期，達1519億英鎊。英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25財年公共部門淨借款較預期高出約200億英鎊，財政壓力加劇，引發市場憂慮。財經與地產： 1. 啟德海灣單日售兩伙，尺價破2.2萬。啟德跑道區新盤啟德海灣錄得2宗成交，均為3房單位，成交尺價達22,672港元，反映市場對優質地段需求持續。2. 金管局發行3年期港元債券，禁起投標。香港金融管理局宣布，總值45億港元嘅3年期政府機構債券今日24日進行投標，年利率2.76厘，募集資金將用於基建項目。社會與民生：一週末天氣不穩，雷暴襲港。天文台預測，週末受低壓槽影響，珠江口一帶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週日轉吹偏東風，氣溫稍降。2. 打鼓嶺違例填土，規劃處勒令恢復原狀。規劃處於打鼓嶺和徑山發現12宗違例填土工程，已發出法定通知書，要求終止工程並恢復土地原貌。其中5宗未遵令將提出檢控。今日新聞涵蓋教育、治安、國際合作、財經動向及社會事件，反映香港喺全球化與本地治理中嘅多元面貌。讀者可到透過各大媒體平台獲取進一步詳情。資料來源整合自明報新聞網、香港01、Yahoo 新聞、香港電台、香港政府新聞網等。2025年4月25號，香港重點新聞報道： 1. 財經與政策動態。3年期政府債券完成發行。香港金融管理局今日4月25號宣布，總值45億港元嘅3年期特區政府機構債券完成交收。呢次債券吸引111.63億港元投標，超額認購2.48倍，平均收益率為2.751%。該債券將用於基礎建設項目，反映市場對香港長期發展嘅信心。值得關注嘅係，最低接納價收益率為2.783%，顯示部分投資者對未來利率走勢持保守態度。此舉亦都被視為政府緩解財政赤字嘅策略之一。 2. 財政預算案赤字同開支削減。根據2月公布嘅2025年預算案，香港赤字仍然達872億港元，公務員全體凍薪、教育、社會福利等多項開支遭到削減。近期輿論持續關注政府點樣平衡公共財政與民生需求。 2. 社會民生焦點：
一、外賣平台 Deliveroo 撤出香港，勞工權益爭議升溫。國際外賣平台 Deliveroo 喺4月22號宣布全面撤離香港市場，引發數千名外賣員生計受衝擊。勞工團體批評平台長期以自僱合約規避僱傭責任，呼籲政府立法保障零工經濟勞工權益。有外賣員表示，平台未提前通知終止合作，亦都未提供離職補償，現階段需另謀生計，部分人轉投其他平台或者轉行。二、銀髮打工族現象引關注。近期嘅調查顯示，香港65歲以上就業人口比例達14%，高於鄰近地區。BBC 報道揭露，好多長者因為退休金不足或者係仔女經濟壓力，被迫從事低薪體力勞動，如清潔、保安等社會保障體系漏洞，成為輿論焦點。三、重病外傭處境艱難。外傭團體指出，香港現行政策要求患病外傭喺合約終止後2週內離境，導致部分重症者面臨回國等死困境。近日有案例引發公眾聯署，要求政府放寬醫療援助限制。三、政治與國際關係。一、英國議員被拒入境引發外交風波。英國下議院議員賀後斯 Sarah Holmes 原計劃喺4月中旬以私人身份赴港探親，但遭香港入境處拒絕。賀後斯指此舉係北京政府打壓言論自由，港府則稱依法審查所有入境申請。二、中美角力下嘅企業動向。長和實業出售巴拿馬運河港口與美國企業嘅爭議持續發酵。分析認為，此交易反映香港企業喺中美政治博弈中嘅困境，需同時應對地緣風險與商業利益。即法律與社會改革。一、性罪行法例改革進展。拖延近70年嘅性罪行條例修訂草案有望喺本年度提交立法會。LGBT 團體批評草案未全面涵蓋性別認同議題，但政府強調將優先處理最迫切嘅強姦及性侵案件定義更新。二、元朗721事件判決後續。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等7名非白衣人因2019年元朗衝突被判監25至37個月，部分被告已提出上訴。社會輿論對司法公正性仍存分歧。五、經濟與人才政策。一、高才通計劃推動插班潮。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實施逾2年，吸引大量外地家長安排子女赴港插班就讀。教育界人士指出，呢個現象加劇本地學位競爭，但亦都為學校帶嚟財政收益。二、低生育率挑戰未解。香港生育率持續全球墊底。2025年預算案雖然提出增加育兒津貼，但學者認為高昂住房成本同職場壓力仲係主要障礙。今日香港新聞涵蓋財經、社會、政治等多層面嘅議題，反映城市喺國際局勢與內部挑戰間嘅複雜平衡。讀者可進一步參考 BBC 中文及香港金融管理局等來源獲取詳情。以下為2025年4月26號香港新聞綜合多個本地媒體報道整理。本地要聞：一、港鐵二維碼付費系統出錯，乘客遭多扣車費。有乘客於4月22號使用 Alipay HK 乘搭港鐵嘅時候，車資被誤扣75蚊，遠高於正常金額。港鐵證實當日系統曾經出現數據傳輸唔暢順問題，導致部分乘客扣費異常，將主動聯絡受影響人士退款。二、控煙修例草案刊憲，禁煙範圍擴大。政府提出多項控煙措施，包括明年起公共交通工具等候區，如的士站、巴士站吸煙將被罰款3000蚊。學校、醫院等場所3米範圍內全面禁煙。同時，2026年起禁止管有電子煙，違者可被檢控。三、立法會討論牛肉乾加價，議員批製造民怨。政府建議將違例泊車定額罰款由320蚊增至400蚊。工程界議員盧偉國直斥相關部門為製造最多怨氣嘅部門。警務處回應話，舊年牛肉乾發出量已經較前年減少25%。四、李兆基喪禮今設零政商界領袖出席。恒基創辦人李兆基治喪委員會公布，今日27日下晝於香港殯儀館設靈，特首李家超、中聯辦主任鄭雁雄等擔任治喪委員會主任。符咒儀式之後，將安葬其故鄉順德。社會民生：一、青山醫院休班男護醉鬧病房，3人遭解雇。一名休班男護被指醉酒之後喺病房滋擾，院方緊急安置病人並報警處理。涉事護士同2名同事因為違反專業守則遭解雇，案件正係由警方調查。二、啟德主場館座位爭議議員速公開詳細圖，有觀眾投訴購票之後發現座位視線受阻，立法會議員江玉歡建議售票平台需要列明座位視野資訊，避免盲盒式消費爭議。三、食安督察竊偷樣本案件開審。
一名食安督察被控盜取食品樣本。案件審訊中，證人指同事曾經購買同款米自用。案件揭示監管流程潛在漏洞。財經動態：一、螞蟻集團28億入主耀才證券。螞蟻集團以每股3.2元收購耀才50.6%股權，交易涉資28億元。市場分析話，此舉或者為拓展跨境金融服務鋪路。二、港交所63億購交易廣場物業。港交所斥資63億購入交易廣場9層寫字樓同埋商鋪，計劃用作永久總部，反映對香港金融市場長期信心。三、周大福港澳銷售跌逾2成，受消費模式轉變及旅客減少影響，周大福上季港澳同店銷售按年跌22%。集團已調整門店策略。國際焦點：一、日網瘋傳東京8.3級地震，預言官方籲保持警惕。日本沖繩靈異人士金城武預言，今日26號下晝東京灣將發生8.3級地震，並引發30米海嘯。日本防災部門強調地震無法精準預測，呼籲民眾做好日常防備。二、特朗普網店推2028商品疑為第三任期鋪路。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官方網店開售 Trump 2028周邊商品，外界猜測其有意再度參選。美國憲法規定總統任期不得超過2屆，此舉引發法律爭議。三、加州 GDP 超日本，成全球第4大經濟體。加州2024年嘅名義 GDP 達4.1兆美元，超越日本4.02兆美元。州長紐森話：呢個反映加州創新產業嘅全球影響力。娛樂文化：一、謝霆鋒啟德演唱會首場爆滿，觀眾投訴座位視野差。謝霆鋒一連4場啟德演唱會揭幕，吸引逾4.3萬觀眾。部分購買高價門票者投訴座位位於山頂側區，90%時間需仰賴熒幕觀看。主辦方承諾檢視場地安排。二、金像獎前瞻破地獄被睇好橫掃大獎。第43屆金像獎將會喺周日舉行，破地獄獲多項嘅提名。譚善言憑苦讀筆首度角逐影后，被譽為黑馬。天氣預報：天文台凌晨一度發出黃雨警告，西貢、港島東等錄得逾50毫米雨量。預料低壓槽持續影響珠江口，周末有驟雨同埋雷暴，氣溫稍降至23到26度，市民外出需帶備雨具。以上為今日重點新聞摘要，更多詳情可參考明報、香港 Yahoo 新聞等來源。以下為2025年4月27號香港新聞內容，綜合自多個新聞來源。今日頭條：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今晚揭盅，9GAG 聯手推港產片迷因熱潮。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於今晚嘅香港文化中心舉行，影帝影后之爭備受矚目。三大影帝劉青雲、許冠文同埋郭富城將同首度入圍嘅林峰、游學修角逐最佳男主角，影后則由衛詩雅、鍾雪瑩等新生代演員競爭，平均年齡創近年新低。本屆典禮首度引入迷因 Meme 元素，由全球知名平台9GAG同本地頻道香城影畫合作，於紅地毯設置 Glambot 高速攝影系統，結合港式幽默拍攝明星趣味短片，社交媒體曝光量已經突破2000萬次。此外，活動推出經典電影迷因圖及互動遊戲，喚起觀眾對港產片嘅集體回憶。經濟動態：外賣平台 Deliveroo 確認獲 DoorDash 收購交易總值279億港元。早前宣布撤出香港市場嘅外賣平台 Deliveroo 戶戶送，證實美國外賣巨頭 DoorDash 提出全面收購，總代價達279億港元。此舉引發市場關注，業界分析 DoorDash 或者借此擴大亞太區業務版圖。另一方面，匯豐控股等英國銀行聯署要求英國財政部廢除分隔銀行制度，以降低零售業務成本。此政策變動可能影響跨國銀行嘅營運策略。社會焦點：粉嶺致命車禍7旬翁遭捲車底不治。喺琴晚26日，粉嶺龍馬路發生奪命車禍，一架私家車失控撞向行人路，一名70歲老翁被捲入車底，送院之後不治。警方以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拘捕56歲男司機，案件仍然喺調查中。政務司長發聲，陳國基：香港化危為機，應對國際挑戰。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琴日出席機遇香港活動嘅時候強調，面對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嘅全球挑戰，香港將以積極態度化危為機，鞏固國際金融與貿易中心地位。佢亦都率團訪問商湯科技，探討人工智能與創科發展。文化盛事香港時裝節2025開幕，可持續時尚成焦點。
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嘅 Fashion in Style 時裝節今起27日喺會展中心舉行，本地設計師 Jason 英聯成環保牛仔布品牌 Advanced Denim 推出軍事風格系列，新布料採用 Blue Loop 技術，減少99%廢水排放，結合彈性定製技術，顛覆傳統牛仔服飾嘅高污染形象。同期，香港時代廣場舉辦香港風光攝影展，透過鏡頭展現城市獨特魅力，為商圈增添文化活力。國際連結，中美關稅戰升級，香港企業受衝擊。美國近期加徵對等關稅，香港因為同中國關聯密切面臨波及。長和實業早前出售巴拿馬港口與美企，被視為中美角力下嘅商業策略調整。此外，香港特區政府正評估係咪聯手其他自由港反制美國貿易政策。民生資訊，百佳超市推1蚊換購雞蛋優惠，啟德 Sogo 感謝祭給客。百佳超市琴日推出1蚊換購特大啡蛋，一日限定優惠，消費滿180即可換購。此外，啟德 Sogo 感謝祭推出1元限量商品，吸引大批內地遊客同本地市民搶購。有廣東旅客表示，來港消費為刺激經濟。環境議題，全球僅存一隻斑鱉蘇州動物園成最後棲地。內地網民近日於江蘇蘇州動物園拍攝到全球僅存一隻嘅斑鱉，呢個物種被譽為中國神獸，瀕危程度超越大熊貓。專家呼籲加強保育，避免生物多樣性進一步流失。以上為今日香港重點新聞摘要，涵蓋影視、經濟、社會、政治及文化等多個範疇。如需進一步資訊，可參考相關新聞來源。各位觀眾，你哋好，今日係2025年4月28號，以下係今日香港重點新聞摘要。1. 東鐵線工程車故障，載引服務延誤，政府要求港鐵全面檢討。機電工程署今日發布報告，話尋日27日朝早東鐵線一架工程車因為機件故障，導致升降台無法降下，並靠近架空電纜，需要緊急處理之後移走。呢個為港鐵3個月內第2宗工程車事故，機電署已經要求港鐵提交全面調查報告，並將展開特別審核，檢視工程車維修同應變機制。初步調查顯示，事故原因涉及系統設計、保養同埋操作程序問題。政府強調將嚴肅跟進，避免同類事件影響市民出行。2. 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揭曉九龍城寨之圍城橫掃9獎，成大贏家。琴晚27日於文化中心舉行嘅金像獎頒獎禮中，鄭保瑞執導嘅《九龍城寨之圍城》奪得最佳電影、最佳導演等9項大獎，成為全場焦點。劉青雲憑爸爸第4度榮膺影帝，衛詩雅則以破地獄首度封后。其他重要獎項包括最佳男配角朱柏康破地獄，最佳女配角谷祖琳爸爸，最佳新演員蘇文濤爸爸，終身成就獎施南生徐克。3. 市民自發悼念李兆基，讚揚其貢獻社會。恒基創辦人李兆基逝世後，市民今日於悼念區設置12米長祭壇，以白花佈置，並提供留言冊及紀念影片。多名市民分享受惠於李兆基推動地產發展及員工福利嘅經歷，稱其為香港典範。恒地員工亦都提及公司提供讀書津貼、午膳福利同長期服務金牌等嘅政策，反映李兆基對員工嘅關懷。4. 政府憲報公共啟示系統更新，2026年全面推行網上提交。政府物流服務署宣布，憲報公共啟示提交及繳費系統將喺2026年1月28日全面實施，屆時所有申請需透過網上平台提交，並支援轉數快、信用卡等付款方式。因應節日假期，今年多個截稿時間已經提前，例如勞動節相關啟示需於4月28號上晝8點前提交。5. 香港新聞博覽館推復活節優惠6週年限定活動給客。為咗慶祝復活節及成立6週年，新聞博覽館推出限時優惠，館內新聞體驗遊戲優惠價50港元，紀念品店享8折。另發售6週年疊印章明信片，一套4張僅10蚊，吸引市民收藏。6. 其他要聞速遞。1. 經濟數據，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預告今個禮拜公布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預估數字，預期表現穩健。2. 賽馬盛事，冠軍賽馬日吸引逾4.6萬人入場，其中9300人為旅客，反映本地盛事經濟活力。3. 國際事件，加拿大溫哥華發生汽車撞人群事故，9人喪生，港府暫未接獲港人傷亡報告。以上為今日重點新聞摘要，感謝收睇。如需進一步資訊，可參閱相關政府公告同埋新聞網站。新聞整理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香港商報網、星島日報、香港電台新聞網。
各位觀眾，你哋好，今日係2025年4月29號星期日，以下係今日重點新聞摘要：一、本地焦點新聞。一、恒基創辦人李兆基公祭政商界人士送別四叔。恒基兆業地產集團創辦人李兆基四叔喺上個月17號離世，享年97歲。今日29日喺香港殯儀館舉行團體公祭，其5名子女及媳婦徐子淇等家屬到場，多名政商界人士出席悼念。家屬致悼詞，兩名兒子李家傑同埋李嘉誠於紀念冊撰文，表達對父親嘅思念，更加稱記下世當李兆基爸爸照顧同埋疼惜佢。市民自發悼念，有市民到場獻花，讚揚李兆基為香港典範。恒地員工亦感念其慷慨待人之風。而柴灣醉駕案女司機崔爆波被捕。今日凌晨，港島總區交通部喺柴灣永泰道設路障，截查一架形跡可疑私家車，34歲張姓女司機未能通過酒精呼氣測試，涉嫌酒後駕駛被捕，現正被扣留調查。三、西港城翻新工程爭議商戶休失，花布街特色。市建局計劃年內展開西港城大型翻新工程，需時逾2年，商戶需全數遷出。一樓花布街，商戶表示不獲續約，質疑市建局改變定位。發展局回應話，日後用途待商討，強調需修復屋頂及更新設備。二、國際與中國新聞。一、溫哥華車撞人群，9死逾20傷，司機被捕。加拿大溫哥華發生嚴重嘅交通事故，一架 SUV 高速衝向菲律賓文化慶典人群，造成至少9死20幾傷。警方初步排除恐襲可能，正調查司機動機。二、伊朗雙港大爆炸增至28死逾1000傷。伊朗南部主要雙港城市阿巴斯港發生大規模爆炸，原因尚未明確，死傷人數持續上升。當局懷疑同化學品儲存不當有關，國際社會關注後續影響。三、中國5·1入境遊激增日韓星洲旅客成主力。中國5·1假期臨近，旅遊平台數據顯示入境遊訂單同比增1.7倍，日本、韓國、新加坡旅客佔比最高，西安、成都等美食古城成熱搜目的地。三、財經與民生。一、匯控首季業績預測大行料派息穩定，匯豐控股將於聽日公布首季業績，市場預測淨利潤同比跌38%，但派息維持穩定，並可能啟動新一輪30億美元股份回購計劃。二、7-Eleven 推限時優惠買三文治送氣泡茶，即日起至今日29日 7-Eleven 推出買指定三文治送維他氣泡茶優惠，吸引上班族搶購。三、外賣平台 Deliveroo 撤出香港外賣員權益引關注。Deliveroo 宣布將喺4月22日結束香港業務，勞工團體憂慮平台突然撤離影響外賣員生計，促請政府加強保障零工經濟工作者權益。四、社會議題與文化。一、香港低生育率困境，學者倡政策改革。最新研究顯示，香港生育率持續低迷，社會學者呼籲增設育兒津貼、彈性工作安排等，以緩解人口老化壓力。二、打工致死現象，銀髮族就業比例攀升。BBC 嘅報道揭示，香港長者就業問題於30-70歲以上長者仍然需工作維持生計，反映退休保障不足。今日新聞涵蓋政商界送別傳奇人物、社會安全事件、國際動態及民生議題，反映香港作為國際都市嘅多元面貌。更多詳情可以參閱各新聞網站。各位觀眾，你哋好，今日係2025年4月30日，以下為重點新聞摘要。頭條新聞：六合彩首個攪出500次號碼，誕生星期四頭獎了3200萬。香港六合彩尋晚4月29號攪珠結果揭曉，頭獎及二獎均冇人中，多寶獎金累積至2700萬港元。馬會預計今日5月1日勞動節當晚開彩嘅頭獎約一注獨中，幸運兒可獲高達3200萬港元。呢次攪珠亦都締造歷史紀錄。自2002年增至49個號碼以嚟，30號首次累計被攪出500次，成為最熱門號碼。較最冷門嘅19號416次，多出84次。近期熱門號碼包括20、21及22號，近10期頻繁出現。例如4月15號更曾經連續攪出20至23號4個雙連數字。財經焦點：美中關稅戰升級，香港自由港地位受考驗。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至145%，並將香港同中國捆綁，適用同等稅率，引發香港經濟界震盪。4月7號，港股恒生指數單日暴跌13.22%，創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嚟最大跌幅。
香港困境同應對。一、出口衝擊。2023年香港出口至美國嘅商品總值達2725億港元，佔整體6.5%，以電信設備、電腦零件同埋珠寶為主。高關稅迫使部分企業暫停對美訂單，貨物積壓涉及數千貨櫃。二、自由港爭議。有學者建議香港聯手中國反制美國，但多數專家反對，認為此舉將損害香港免稅形象及一國兩制靈活性。香港大學學者阮永嫻指出，反制措施傷害自己多於他人，維持自由港地位先至係核心優勢。三、轉機與挑戰。中原集團創辦人施永青認為，全球關稅戰或者令香港成為購物天堂，因為本地免稅政策可吸引遊客，但人民幣匯率波動及中國旅客消費力可能削弱此優勢。國際動態。沃爾瑪關稅政策急轉揭露美國供應鏈危機。美國零售巨頭沃爾瑪喺關稅壓力底下政策大逆轉，從要求中國供應商承擔關稅轉為自行吸收成本。此舉反映美國對中國製造嘅高度依賴，以及川普關稅政策加劇通脹問題。數據顯示，美國4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年增9.8%，其中43%漲幅源自關稅成本。供應鏈嘅困境。美國本土產能不足，例如紐澤西玩具廠以 3D 列印替代中國供應鏈，但合格率僅37%。東南亞國家如越南、印度雖已承接部分訂單，但質檢合格率及產能仍然遠低於中國。社會民生。西九文化區推藝術月優惠刺激本地消費。西九文化區即日起至4月30日推出藝術3月優惠，憑指定憑證可於區內餐廳、商店同埋美食車享折扣。此活動旨在促進本地文化消費，響應政府推動盛事經濟嘅策略。展望與分析。一、六合彩熱潮，勞動節高額頭獎或者刺激投注額創新高，市民需理性參與。二、關稅長期影響，香港需喺自由港定位同國家戰略間尋求平衡，產業轉型及區域合作，如東盟市場將成關鍵。三、零售業轉型，若果全球關稅戰持續，香港或者可以強化免稅優勢，吸引高消費旅客，但需要解決匯率波動及地緣政治風險。以上為今日香港重點新聞整理，讀者可參閱來源網站獲取完整資訊。